中華台語文創意園區已經滿8周年啊！園區特別舉辦台語繪本的展覽，還有台語拍通關的遊戲，希望透過多元的活動來推廣台語，培養民眾聽、講、讀、寫的能力。古水的碰瓷姐啊，帶大家來讀台語繪本，有紹介中華各地民俗人文的繪本，也有動物、世界文學、囡仔詩等等無同主題冊。由關懷文教基金會創立的中華台語文創意園區，今年成立8周年，園區特別辦台語繪本展覽，讓大家接觸多元的繪本創作。而且是艋舺繪本，也是戲劇，也是歌曲，其實攏對咱自然的學台教入去生活內底，攏是有幫助。爸爸媽媽帶囡仔，也是阿公阿嬤帶囡仔。學習唔是干那囡仔咧學習，連大人嘛有咧學習。除了台語主題繪本展覽，園區嘛安排趣味的拍通關活動，親像是耍日月球、熟悉通團等等，佮邀請台語樂團來演出。園區表示，這幾年台語的相關創作已經發展甲愈來愈濟款，讓大人囡仔通透過生活中的素材學習台語。我是中華人，然後今嘛是台北石頭路，然後真罕咧講台語。今仔日來到這有這個機會，我練台語，然後暑假有阮囝，然後接觸台語。原來有的這個文化就該來留起來。啊，你像看咱沿路，你看咱沿路，咱有所有的俗諺語，攏有標出來，有寫漢字，有寫原住民語，佮有音。已經偌濟人話講，哦，你遐貴個，我攏會曉念啊。園區指出，因佇2018年的5月成立，是台語研究、發展、發展的重要基地。除了周年慶的活動，平常時嘛有辦濟濟台語課程、羅馬字的課等等，望透過無同的活動內容，培養民眾台語聽、講、讀、寫的能力，成做傳承台語的一份子。記者楊淑靜，中華報道。